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进去吧。电影已经开始了。没事的，前面都是广告嘛，不看无所谓的。就要20分钟了。没关系，20分钟不影响剧情的，快去吧，快走啊！我说离电影结束还只有20分钟。没事，看下一场吧。我看你一直没来，所以我就想买下一场的票，谁知道已经卖完了。我已经买了，你看，你买这么多电影票干嘛？人家想跟你看电影嘛，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。最近呢，我忙的时候你都闲着，而我闲着你又有事儿，所以我把今天7点、9点、11点全都买了。谈恋爱不一定要看电影啊。那不看电影怎么叫谈恋爱啊？喂，别因为你看过这部电影，就影响人家没看过的那种热情嘛。你怎么知道我看过了呀？最近我跟谢创老在应酬，我知道你跟明娇老在一起看电影。他回家的时候跟我说的，说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，还说你说陪你看的世间帆该有多好呀。 No。哎呀，陪我看一次嘛，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剧情能把我的乔太太感动得那么厉害。走吧走吧，还能吃吗 ？Nice，我不吃了。哥，你快吃一口。我吃这个。来，咱们喝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好。来。别噎着创，啊！快吃，慢点，别让你。这个味道真不错。好，快，好吃吧？看他那样。博洋，为什么你的秘方烤出来的鸡翅这么好吃？可不可以透露一下？都说是秘方了，怎么可以随便透露呢？如果你喜欢吃的话，给我一个电话，马上烤给你吃。好，你说的啊。其实一桌美食，如果万华也在，那就不浪费了。哎，婉清，他去哪儿了？万华姐啊，今天好像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找她，所以她去陪那个朋友了。是吗？
喂，喂，婉晴吗？我是来雪。明天跟你还有金帆在一块吗？他在，你等一下啊。来雪。喂，老公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晚阳的酒吧。那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？我好担心你的。我刚没听到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。你赶快回来陪我好不好？喂，你有没有听见啊？你赶快回来陪我。晚一点吧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还要晚多久啊？你不要放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好怕呀。我尽快吧。嗯，赶快回来啊。你再尝尝这个吧，来真的挺不错的。是。嗯。给你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得先走了。那打包点吃的给来雪带去吧，别让她自己在家没得吃。我给你拿打包盒。谢谢。好久没这么轻松了，今晚的夜色真漂亮。你说，人争来争去是为什么呢？你说这样每天争个你死我活的，到最后有什么意义？还不如像现在这样，吹吹海风，感受一下生活，多好啊！你说呢？你干嘛呀？干嘛踩我的脚印？走啊，继续走啊，别理我。别玩了，我们说说话。来，哎呀，好吧，你继续说吧。你刚刚干嘛一直踩着我的脚印走啊？我是想按照你的脚印，然后走过你走过的路，看看你是怎么变成今天的夏婉晴的。今天的夏婉晴怎么了？今天的夏婉晴呢？面对过去伤害过自己的人，你竟然可以用爱去关怀。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。其实你也可以做到啊，你不是对大部分人已经做到了吗？只是在你心里一直有一个结，你不肯打开而已。是什么结呀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我跟乔季云那个问题也不是一天半天就能解决的。那你就打算一辈子都不解决了？我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告诉你我怎么解决。我要踩着你的脚印，一步一步来，白头到老。白头到老。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静媛。今天就不和大家多说客套话，那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初来乍到，还不太了解乔氏目前的状况，所以可能还得有请乔总为我简单介绍一下。秦芳，你给静媛介绍一下乔氏目前的状况。现在乔氏有2个项目，2个都是特别重要的，负责人是莫凌天。莫总您好，难怪我之前觉得你很眼熟，原来我在一个建筑杂志里见过你。是吗？这个项目我比较清楚，不如我给你讲解一下吧。好，我手里的这2个项目是我们目前乔氏集团最重要的2个项目，一个是高职能项目，
他是明娇的同学，啊，只有16岁，你大学都没考上，年纪轻轻的谈什么恋爱啊？读书和谈恋爱是两码事，你不要把它扯在一起。我就是喜欢静媛，人家那么优秀，凭什么看得上你这个不学无术的混账东西啊？静家就这么一个女儿，静国藩不会让她给你毁了。静媛是喜欢哥哥的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。我此生非他不娶，没有人能阻止我们。你。金帆，没想到爱你的代价是要奉上我爸的生命。我原谅不了我自己，也没办法面对你。我们就把对方忘记吧，永远活在你心坎中的静远。